为着要来感谢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着支持。透过秀台语这个节目吼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，比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找找咯，第二季这练喙火歌手，更加希望咱所有的朋友大家来爱台语，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特别迷人的水气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。代代来相传。这位我捌出现在阮节目顶头，是，欢迎 Smoker， 欢迎。小弟，冷静。人生有来过就好啊。快过来啊！我讲一个啊，爱请迎我。新经理，好啦，今仔其实来见老朋友的啦，吼啊，无想到来上台，我嘛是真紧张，而且我搁摕着小粉红，所以我今仔讲的话淡薄仔危险，因为大家看得出来无，我有乌目箍，所以真正我大家拢会感觉讲我看起来足忝的，所以我高中的时阵有一个超能力，就是我星期行去阮老师面头前，小奶，嘿，你乌目箍吼，因为我第一天拄到你，你就一直讲乌目箍，对，敢唔使讲别项啊？黑练好啊！嘿，讲到这个黑练，前一周吼，我去泡泡佚佗，佮拄了代志。迄天我鼻仔足上的，我鼻仔做安尼饲咧，警察就围过来啊！伊就甲我讲，伊就甲我带我去验着，佮帮我的头毛，佮叫迄狗啊骗我的尻川，但是我要相信，我连薰都无食。虽然我叫薰的，我人生就是这样奇怪。吼啊，后手过来，我要讲啥？你当时问我你要讲啥呀？我即摆来替你记就对啊。免要记，我会讲电视的代志。大家敢有听过一个最有名的中破塞？或者傅培梅，大家有听过？有够老，伊有够老的，伊伫我阿妈迄个时，伫我阿妈迄个时代吼，伊逐工，伊是我影艺界长辈，已经往生去啊。什么叫有够老的？有够年岁，对，有够长辈，有够长辈对。嘿，伫我阿妈迄个时代吼，伊逐工伫电视顶悬教大家煮菜，伊有偌老，我甲大家讲，伊伫电视顶悬煮菜7档，台湾的电视才开始播菜色的电视节目，所以伫迄头前7天，傅培梅就是正港的乌白大厨，黑白大厨，所以莫去讲咱约袂过韩国啊，是伊甲咱学的啊。台湾就是单国啊！谢谢。安尼有中过2分钟啊！再来，后一个是乌狗，听讲是下港人，是毋是下港人的台语会较练转咧？小奶，我问你一个，台中以北叫顶港，台中以南叫下港，啊，中部咧？中港，不是叫台中。台中。多谢。你看买到我这红包。火力。我跑去火力啊！所以来，咱欢迎第5个乌狗。大家好，我叫乌狗。恁最近过了好吗？我最近过了无啥好。我嘛讲一个真一阵仔过生气啊！我上无度接受的就是吼，为初1甲初7，大家拢爱食素，迄真最夭寿的呢。我当咧大汉呢，我咧当大人呢，我原本会使生到100狗，但是食又怎剩100八。即摆我嘛真痛苦，所以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去食到饱。大家那么点迄牛肉、鸡肉、羊肉，啊无就是海产、鲍鱼、龙虾、鱼翅。好，点啊我嘛唔食，我就甲拼的，甲顿甲。重点就是吼，你即马是在时的时阵，你讨债物件落去拢爱食。好，我落去食了盖青草咧，有鱼有肉，佮有菜。恁若想要学的话吼，恁嘛会使做伙来拼五角。我就咧想讲哦，后尾我嘛咧想讲哦，这个红包爱摕互你也唔免。我搁一个尔，好，就是啊，恁敢有想过恁以后过生会想要用安怎用啥物种？我有听过要用火种的，后盖讲要做乌人的，家己烧草去打，我就无共款啦。我后盖要用树种，因为我想讲哦，我要种在迄个山啊树啊下骹，安尼咱的逐年的清明的时阵，
大家人都袂安尼遮尔悲哀啊，遮悲伤啊，毋是悲哀，遮尔悲伤啊。你若想讲，你迄时候你已经伫个决定啦，你著看到你的子孙啊，讲哦，哦阿公，你的山啊，遮尔大，哦，这是假讲。阿公，你的山啊，那遮尔甜，你有妈妈讲过？这里昂，谢谢，谢谢。伊的气氛真好，是，但是会使吼，更较简单的，更较准的，较紧的。你伤紧张。拄则有讲一个，伊拄则讲啥？若是讲想要学的话，学的话，即款话是毋是华语安尼直接翻过来？好，我先说甲大家讲一个吼，就是迄个话是华语词，咱其实你会当用一字，若要安怎？吼，所以甲迄两字甲藏在头前边，若要安怎就好啊。吼，啊，佮有拄则伊一直讲是啥物啥物吗？因为咱受华语影响，所以希望大家咱讲台语无爸无妈，所以无爸无妈，无爸无母。那是可怜，那就是孙悟空。伊谈到讲的就悲伤的故事啊，咱在讲嘛，无爸无母，就是老师，你拄来讲笑亏是？你看到迄个内底有呱呱卡哦，卖无礼貌，对啊，老师这卡拢无你。用这个赞字学互我。走来，这位我真正要好好感谢一下吼，因为是拳头师，哦，真牛啊！今仔日阿妈棍那个闹着吼，我都在无松亏，就是伊唱好的。超好势啊，超好势！伊名叫做阿谭叔，阿谭师，欢迎阿谭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谭。我是一个拳头师啦，常常有朋友甲我问讲，我看电影都会当讲，阿骨阿学长，你会晓哦？哦，我才袂咧，你若无笑我才会晓。来啊！试看来，试看来。是，这哦做人吼，这个吼衫穿好好。但是我无意外啦，因为阮囝嘛是安尼穿嘿。阮咧敲骨头的时阵啊，就是会先命令，互放甲轻松的。掠啊困去，嘛真正常对无？迄个甲掠啊困去，哇，我生气咧，甲我转眠床，师傅，你莫搁困啊！而且啊，几点啊？哦，我袂记要讲啥。你听到啊？冷静，冷静，规定我来抓。有一个人摕麦克来你来，我这紧张的。有头毛，这边有头毛。还是我翻译歹势啊，规场安尼上贵就是机。大麦克。来这，好，感谢。歹势。我拳头师迄会计我无法度瞧。人会使，你讲我。大家知影我咧做拳头师啊，拢常常传迄影片我看，迄敲骨头的影片，我是真感谢啦。啊，毋过会使莫搁传迄敲骨头的肉片我看。唔是，我会足轻松的，你知？我拢袂，我拢无拄着这种人格嘛。我嘛会想。哦，莫讲这，我讲较清气的。我是一所以态度还是无清气。伊讲较歹听啊。哦，我有一只狗啦，伊只狗是路边捡来啊，带转去的时阵啊，伊足欢喜的，哦，四界撞四界走，然后四界放着。我说这只是安怎？是碰公无来啦，是安怎？我就打电话问阮朋友，狗哪会安尼啦？哪会直直放着啊？讲哦，狗啊，到一个新的环境啊，会紧张，想要放着，甲讲，这我的电话，我才是老大啦。我就哦安尼哦，我电话还袂挂断哦，哇，伊随放在我的裤的，哇，我就生气，你哪会袂放啊？我随带去便所，我甲讲吼，像这是这个厝的老大，吼伊放伊就是猪。人讲顺路是这个老大嘛。无，这人伤济啦。
拍好啊，拍好啊！这袂歹哦，阿谭袂歹哦，其实哦，伊就是天生迄个面吼，有适合的练喙花，伊听起来足好笑的。再来，哎呦，足够搬嘛，足够卖，欢迎花香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花香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一开始知影要来这台语 open mic，感觉足紧张的，因为我台语无甲练转。是。啊，毋过拄仔看别个选手，大家差不多勇敢啦。各位观众，大家辛苦啊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！好，我要开始啊。前几工啊，我去坐电车的时阵，电车 MRT 啦 ，MRT。我去坐 MRT 的时阵，迄时阵是下晡，所以无啥物人，就我一个甲边仔有一个阿姨，佮有一个差不多。我毋知影30几岁的人坐伫我的对面，伊是要扛的哦。无，伊是坐伫遐呢。嘿，这个时阵呢，阿姨一直讲电话，我感觉这亲像我的厝内的人，对，因为一直讲，伊伫遐。我一直讲，哎哟，哪会安尼啦？啊，即摆少年人吼，真正拢有问题啦。哎哟啊！我敢若是问伊讲，啊，到底什么时阵要结婚？到底时阵什么时阵要生囝？哈，啊，伊安怎面臭甲？哦，我就假做摕出我的手机啊，我就讲，喂，阿姨哦，啊，你到厝内未？无啦，我关心你啊，你人啊好对无？你拢袂问一寡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的问题啊，对毋对？你若遮古水，伫这个时阵，对面迄个人，差不多30岁的人，对阮两个。叫一声，有够大声，有够大声，我甲伊安尼，偌大声，真大声，有够大声，差不多是安尼啦。哎，我甲阿妈是讲，有够恐怖，迄个面，偌恐怖，真恐怖。伊就甲我看，伊看我，伊就安尼。我甲阿妈想讲是安怎，是要听啥？各位啊，你过年的时阵对无？你伫厝内，你感觉讲你的亲情一直咧甲你讲啊有诶无？你感觉讲哦足烦的。这个时阵，你着叫我去恁兜，好无？过年时阵我一到我来安尼，我若行出去，这个时阵恁阿嬷就感觉讲我这个人是啥物？恁阿嬷咧？啊，恁阿嬷。伊就会甲你讲，对啦，你阁袂歹啦，差不多安尼啦，谢谢啦。伊个body language 真好，艺术科啊，伊迄个表情吼算真好，啊，你听故事人会感觉讲，我要期待伊后壁讲啥物话。对。所以你爱迄个吼，迄个节奏甲迄个内容吼，爱安排好势，啊，莫紧张，伤紧张去吼。啊边仔这个看起来面熟面熟。后一位。这位老朋友，我试看的是咱老倒转来无？老朋友啦，我的好朋友，真顶边吼离开的时候哭甲安尼啊，哎呦，今嘛互你一个机会，来，好啊，现在欢迎阿金。我是真个假，真个啦，阿金。第一季的时阵呢，吼，大家拢讲我家己遐讲阿嬷的手的，所以即摆我无要讲阿嬷，我真正无要讲阿嬷。你讲啊讲啊！无，阿公头前有讲啊嘛，我无，我即摆我要讲我家己啦，嘿，你看我安尼一表人才，徛伫遮知，我今日就要讲我家己，嘿，我甲我身躯顶的肉斗阵28年啊，真正28年啊，而且呢，我会讲我遮的肉。内行的讲吼，这叫做 A5 和牛，油香哦，大家拢爱食呢，拜托诶，偌好食咧。爱食啥个无？我直接拿这来看个惊吓。你看我会惊啊！我年纪嘛够啊，医生有交代，袂当迄3个月袂当搁食伤油嘿。袂当。袂当
食只油好，我咧互大家要看卖我几公斤好啊？要紧，哇！尽量要，要紧，你看看我几公斤？来，你讲来。 45公斤， 45公斤吗？45公斤。 135。哦，135，什么？是当啊！我继续，80以上到80个，80，无对，我是80公斤。啊，我吼，上看袂惯是迄款啦。哦，我要减肥啦，好，我即摆吼爱开钱去健身房遐运动啦。我该买足贵物件来啉迄款啦。我听讲，我是乌鸦蛇啦。我吼，这是迄上附加会啦，多谢大家。你第一季嘿，靠较真严重转去，笑啦。即摆有准备啊哈？即摆袂靠较严重啊？已经惯死啊吼！上气讲了好，就倒遐跋倒，都比较倒。哎，就伫遐插着，嘿，啊，你较爽快，我嘛感觉。真正去。其实你的表演足高超，足高多哦，啊有进步无？你感觉？有进步啊啦，但是吼，就是迄个故事吼，内容你差不多吼，15秒至30秒吼，你才有一个包袱啊爆炸，吼，你唔通讲一直观众一直等吼，一直问几步我几公斤，啊无你就提磅来称我跟你讲哦，80就80，你看，刚才化价呢？对啊，了不就徛起流哦，迄景啊大条惊哦，然后你有设计无？迄刀具的设计有无？啊，我就是你徛起只指落去，砰！迄有设计，啊，无你咧问煞大家开讲，变做敢一个简单的开讲，啊，就失去了吼，你问大家迄个意义。了解。好，要小解哦，爱叫后壁。你在第二季吼，我转来啦哈。爱加油吼！这上尾一个是2个人的组合，是，因是 Made in Taiwan。 Made in 台湾来欢迎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表妹。大家我叫胡迪，我是 Made in Taiwan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啊！这新的一年吼，然后真侪新的代志咧发生啊。讲到这吼，我最近就饲一只迄个三花猫。哦，嘿，啊，我甲号名叫做小笼包。哦，足高追的呢。看用你甲我学乐啦，我都无。猫啊啦，毋是讲你啦。猫啊。猫啊啦。讲高水是还高水，但是足歹空教的。诶，是安怎？猫毋是足巧的吗？巧，我教伊到要3个月，到即马99旋都背袂起来。99旋阮底就背袂起来。拍拼就背会起来啊。迄甲拍拼无关系哦。啥物无关系？我即马就已经背到7745啊。7749啦。而且99旋是国校就爱读完的物件，你即马搁咧读哦？我就是做协会，较早无好啊读册，毋则希望伊会使好啊拍拼。啊？一工吼，我就最严肃的甲讲，小笼包啊，你爱好啊读册知无？后摆出社会你足艰苦会知哦。对。这一偌济？你莫甲一只鸟讲45。迄鸟的弟兄就讲。莫甲讲哦，我即摆咧讲话啦。莫甲你遐讲，你莫甲伊讲遐济听无啦。无啦。这一定要甲教啊，无伊后摆鸟声是要安怎对无？你早知伊哦。无啊，咱一定要甲教嘛，对无？啊无后摆是要安怎对无？我老是啥物甲我饲？是啊，你当作你是养儿防老就对啊。是啊，你无做过人老爸老母，你太了解迄种感觉。你莫搁伫遐拍啦，无啊？你早毋是讲你无想要饲动物吗？有。啊，哪会即摆突然间饲一只鸟啊？兄弟啊，咱是毋是希望讲即个咱查甫人？哎，你讲就讲了，莫伫遐开手来好啦。咱查甫人是毋是希望？莫搁讲啦。阮是毋是希望总有一天会使成家立业的嘛？对，成本无共哦。无啊，咱讲正经的啊。你若突然间有这缘分，会当去饲这只鸟啊？哦，安尼，这件代志就要为西元2024年6月28号暗时10点28分28秒开始。你这念经哦？煞婆好啦。哦，迄天吼，我骑车转去咧到厝的时阵，咧停车的时阵。奇怪咧，我就听到咧猫咧喵喵叫的声音，我就想讲啊，袂去巷仔内底甲找看卖啊。奇怪咧，到位了吼，闻鸡声不见鸡鸟啊，我就想讲，既然我看无，啊无我就用鼻的先听。用鼻的你狗啊嘿，你狗啊嘿，你鼻尾我只来在创啊呀。做掉嘿。你用在卡伫对？卡对。伊卡伫迄落一道壁甲一个冷气室外机，用甲你的下肚肚的迄个旁白，下肚肚的迄个旁。我知影就一个旁啊，莫搁拄啊啦。下肚肚迄个旁，拄我下肚肚吼。好啦，莫搁拄啊啦，就一个旁啊。哦对，啊，迄所在吼。迄
迄个所在空间足歹，你知无？我就规人挤入去，我就想讲我袂用手安尼骨入去，而且手会使甲搞。你是安尼你记得对啊？对，我在学照顾。哦，学以致用安尼对啊。搞看靠搞对吧？啊，迄个所在吼足旧啊，足侪臭臭的物件，我摇插着，足疼，你知？足疼的，足疼的。人足济，甲遮共款济，你知无？下头我哋一定要掂着足上的。哦，足上的，足上的，足疼的，足上的。我人是安尼人像，这有空喙的时阵吼，就会疼嘛，对无？啊，空喙愈大，我就会愈疼嘛。啊，愈疼我规人就愈爽，你知无？这种足爽快感觉，你知无？我唔知啦，你莫去打我来啊啦！谢谢。伊这个算学术的，哎呦，这有研究过。有研究。因为睇到因两个人吼，迄个话语的迄个节奏真好，等来等去，吼，迄个第一季，因两个吼，真高花，爱注意哦，人伊这比你差不多啊，算前排。啊，人佫生到缘投，但是哦，缘投爱佫带摇。伤济啊！一个较正经，一个就爱晓的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呢一个角色的这个配合，哦，啊，两个聊了真好，啊，这个body language嘛是真丰富，啊，面上的迄表情有，我佫真正跳舞安尼吼，迄是讲真加分，来拍一波啊！用着请问第6季可能的选手拍拍者，介意无？有介意，最期待因伫咧节目当中的表现。好，阮期待吼第2季，欢迎大家来参加透小台语。感谢。开这款空间吼，有这款所在，真正的这少年囡仔吼，大家吼哦，热烈的参加了参与，我感觉真好。这个时代真热烈，啊，但是哦，各位亲爱好朋友吼，咱这吼青年，啊，恁哦心中有一个火山，我拢知影。这个吼叫做笑寸哦，娘无好生吼，哎呀吼，空较顺就斗袂麻，转去就甲你加掉，吼啊，所以呢，亲爱好朋友，你来参加阮非常欢喜，但是麻烦一个吼。这个吼笑多，寸笑，小牛一个哦，麻烦者啊那无吼啊，伤一较粗的啦，伤一较有味的啦，伤一较恶霸的吼，我拢袂当搬，好麻烦一个哦。